再来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公布非洲地震一调报告，指出讲这案应该是单一案例，疫情无传出去，病毒上可能是来自无高温煮过的喷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，未来3天，台湾所有饲猪场若无过传出有非洲地震的病毒，才有可能会当伫初七来解禁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嘛表示讲，明仔载中昼会搁开会来讨论，嘛强调讲未来1个月内会来确保猪肉供应甲价销的稳定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公布国内第一例非洲地震疫调，分析这案是单一案例，疫情并无扩散的型。外界关注初七敢会当顺利解禁，开放外地的运送多载含交易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讲，拜三中昼开会决定，会有一个是否能够完全解封的一个决定。从这个15天过去之后，行政院会展开一个为期1个月的后续的市场管理跟肉品稳定的整个的计划。那么我们会用每个礼拜来做检讨。杜英泰指出讲，未来1个月会执行市场安定计划，确保猪价稳定和肉品的供应。另外，因为疫调显示爆发疫情的饲猪场，涉嫌几做煮喷的记录，病毒上有可能是对无完全煮过的喷来的。嘛，互外界批评讲，台中市政府无落实稽查。不过，国民党台中立委说，这期疫调报告疑点真多。这个病毒不会凭空从国内长出来，一定是境外进来的。所以这不就是境外管制的问题吗？把握猪肉开放交易前的最后这几天，迅速的清查台中港进口的冷冻猪肉的厂房，附近究竟有没有非法进口疫区的猪肉？过去中央跟地方我们联手，不管是从边境管制，不管是对国内的这些这个废弃物的运送处理，还有对于所有养猪场的管制。却在台中市，因为他们没有落实，造成了全台湾的损失。我想这一点，我们深表遗憾。民进党就是呼吁讲，政治喙麻无应该去影响到防疫，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伫边境的检疫，伫这管制这方面积极合作，防止佫出现破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